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去花莲关心大水了后复原的情形，嘛有讲到放山湖的问题，伫咧短期内是无法度一个手就解决。不过目前有4项代志都要先做，包括将压水流、水位临时补换、清溪补的积沙，还佫有疏开的计划。这个村是最严重的村。对呀、因为第一时间就从这边过来。马太安溪放山湖造成灾害第13日，总统赖清德初五过去花莲光复乡勘灾，搁较要视察重灾区，阻击当地居民着急，甚至一直向总统发声。都不要睡觉，真的很辛苦。一定要有人抱病吗？总统听到了吗？居民的不满，中央甲地方拢有听到。顶摆罗总统来花莲视察的时，甲花莲县长市政会只跟他透过电话交流。即摆2人总算见面，市政会也当场表示，重中之重是阻击异党的大量落瓦煤。600立方米、56米高的那个古灵山，这个重要要清除的，现在开始都会清。中央会协助地方来做。一直强调中央甲花莲乡亲徛做伙，搁较淡出，将对灾区的房屋修缮补助，将会付1户20万的费用，加强一系列的配套措施。不过，当前放山湖底期也是无法度彻底解决，罗总统指示爱为4个面向处理。第一个就是这个河川的水面的水流到底顺不顺，水位到底如何？第二个就是我刚讲的堤防的暂时性堤防的这个工作。第3个就是河床的清理工作。第4个就是撤退计划、撤离计划。灾害发生到今，到初5下午3点，已经造成18死，也有6个人失联。罗总统也强调，未放弃搜救行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